啤牌記憶就好似介乎一門魔術同埋超能力之間嘅技藝，令人又好奇又着迷。相信有好多人都忍唔住咁樣諗過，如果我有咁嘅能力嘅話，就可以喺賭台上將對手嘅牌路記到清清楚楚，贏到開行。記啤牌記到唔使返工，入去何生個主場嗰度直接出糧。記啤牌真係可以搞到啲荷官一見到你就手都震埋，跟住成為傳說中嘅賭神。我曾經聽人講過，佢自己記啤牌勁到可以俾賭場列入黑名單，仲話如果你連啤牌都記到嘅話，世界上冇嘢記唔到嘅。究竟真定假呢？今日我會教大家用4個方法點樣記住啤牌嘅順序。答案由你哋自己去揾。喺課堂嘅後段，我會揭露一個殘酷嘅真相俾大家知。如果你準備好嘅話，就 Let's go！大家好，歡迎嚟到香港記憶學院嘅不正常記憶班。快啲訂閱，因為未來嘅每一堂都可能係你進步嘅關鍵。要記住整副啤牌，話易唔易，話難亦都唔係好難。我哋就睇下點樣用4個步驟去 KO 佢。第一，啤牌轉為數字化。第二，數字代碼化。第三，掛鈎法，記憶宮殿。第四，結合地點與影像。不過戴返個頭盔先，今堂只係教大家嘅原理同埋點樣去運作。要做到運用自如，就要長時間練習。啤牌對記憶嚟講咧係超級抽象嘅。你認真望下，紅心、葵扇、梅花、階磚，除咗呢啲紅紅黑黑嘅圖案之外，一啲意義都冇。所以第一步，我哋就要將呢啲抽象嘅圖案變成生動嘅影像，而呢個過程就叫做代碼化。啤牌有4種圖形，而每一種圖形我都會用一個數字去代替，分別係葵扇就係最大嘅，我哋用4去代替；紅心用3，梅花用2，而階磚就係最細，所以我哋用1。4種圖形我都已經用1至4去代替咗啦，但係你會發覺啤牌本身佢自己都有一個特定嘅號碼嘅。如果 A 我當佢係1，即係話本身啤牌已經設定咗1至10，我再將佢哋將圖案一齊結合，每一張啤牌都會變成有一個獨特嘅代碼。例如階磚1會變11，梅花2會變22，葵扇5會變45。大家可以參考下呢一個圖表。但心水清嘅你會發覺冇咗 Jack、女 King 俗稱公仔嘅啤牌，我而家就會同大家講下，因為10至到40都俾人霸晒，好似土地問題一樣，你霸唔到地盤嘅話，唯有向上發展咯。4層唔夠，起夠8層。喺公仔入邊，葵扇仍然係最大，所以我哋用8去代替，而階磚亦都係最細，我哋會用5去代替。所以葵扇嘅 Jack、女 King， 我哋直接用81、82、83去代表。紅心嘅 Jack、女 King 直接用71、72、73去代表。梅花嘅 Jack、女 King 直接用61、62、63去代表。階磚嘅 Jack、女 King 直接用51、52、53去代表。為咗唔想令大家太難消化，所以今堂我哋會用非公仔牌去做示範嘅。而家我哋就會將數字變成影像，諧音同埋形狀嘅聯想咧，就係我哋記住數字嘅秘訣啦。如果未睇過我聯想法嘅教學，可以喺上邊資訊欄重溫翻。例如11，形狀就會諗起筷子；22，我哋諧音會諗起姨姨；31，諧音會諗起生日，就會有生日蛋糕啦；45就會諗起洗碗。因為時間關係，我已經將10張啤牌幫大家轉成咗代碼。前面嘅功夫咧就準備好啦，我哋而家一齊開始記。啤牌洗亂咗之後，我哋要記住佢嘅排列。對於我哋嚟講係一個陌生嘅事物，所以我哋必須要揾一啲我哋熟悉，而佢又有特定排序嘅工具嚟幫我哋手嘅。用數字代碼去記嘢係我最推崇嘅工具，但係啤牌本身我哋已經變咗去做數字。如果再用數字嘅話，我哋就會好混亂。所以今堂我會教大家用記憶宮殿，我會模擬家居10個地點，然之後將啤牌
掛鈎喺唔同嘅地方上邊。模擬出嚟嘅地點咧有10個，我會順時針方向同大家介紹一下。第一係大門，第二鞋櫃，第三雪櫃，第四煮食爐，第五飯台，第六電視，第七梳化，第八大床，第九衣櫃，第十馬桶。咩叫做掛鈎呢？意思就係將一個陌生嘅資訊，即係你覺得唔熟悉或者難記嘅資料，然之後揾一啲你熟悉嘅事物，兩樣嘢連結埋一齊，方便記憶。咁你就可以透過熟悉嘅事物，快速回憶返陌生嘅資訊。做晒熱身啦，而家正式上擂台，我哋示範點樣記10隻啤牌。喺記憶宮殿入邊，第一個地方係大門口，我哋要記嘅係葵扇三。而佢嘅數字係43，代碼係洗衫。我哋聯想到咧，大門口有個人喺度洗緊衫，要洗乾淨先至可以入門口嘅。第二個地點係鞋櫃，我哋要記嘅係梅花2，佢嘅數字係22，代碼係依依。我哋會聯想到咧，鞋櫃旁邊有個依依幫你攞鞋嘅。第三梅花9，數字係29，影像係熱狗。我哋聯想打開雪櫃之後，入邊放滿晒熱狗嘅。第四個地點係煮食爐，要記嘅啤牌係紅心2，佢嘅數字係32，代碼係鯊魚。我哋聯想咧，煮食爐上邊我哋煮緊一條鯊魚。第五個地點係飯台，我哋要記嘅係葵扇5，數字係45，代碼咧就係洗碗。我哋聯想到咧，飯台上邊咧鋪滿晒碗嘅，你要洗晒佢先至走得。第六個地點就係電視，我哋要記嘅就係階磚8，號碼係18，代碼咧係1巴掌。我哋聯想咧，你睇緊電視嘅時候，有人咧行喺前邊阻住你，你走埋去咧1巴掌升落去。第7個地點係梳化，我哋要記嘅係紅心7，數字係37，我哋嘅代碼係3叉。我哋聯想咧，梳化上邊咧有隻叉喺度。你一坐落去咧，即刻趌親你個籮柚。第8個地點係大床，我哋要記嘅啤牌係梅花3，數字23，代碼係醫生。咁喺大床嗰度有個病人瞓咗喺度，個醫生咧就幫佢喺度睇緊病。第9個地點衣櫃，我哋要記嘅啤牌係紅心 A， 數字31，代碼生日蛋糕。我哋想象有個朋友揸住個生日蛋糕匿喺衣櫃入邊。你一打開個衣櫃門，佢就即刻冚落你塊面度。第10，最後一個地點就係馬桶，我哋要記嘅啤牌係階磚 A， 數字11，代碼筷子。我哋想象咧，自己喺個馬桶度咧用筷子係咁夾嘢嚟食，咁食啲乜嘢就唔知道啦。就係咁簡單，10隻啤牌已經掛鈎好啦。不過我要提提大家，無論你用咩方法記嘢都好，溫習係非常之重要嘅。而家就好快同大家溫習一次。大門口有人洗緊衫，要洗乾淨先可以入門口，所以洗衫咧就係43，記葵扇3。第二個地點鞋櫃，鞋櫃旁邊咧有個姨姨專門攞鞋俾你嘅，所以姨姨係22，記梅花2。第3係雪櫃，你打開雪櫃入邊放滿晒熱狗嘅，所以熱狗係29，記梅花9。第4煮食爐，喺煮食爐上邊你煮緊一條鯊魚，所以鯊魚係32，記紅心2。第5飯台，喺飯台上邊咧鋪滿晒碗嘅，你要洗晒先就得，所以洗碗係45，記葵扇5。第6係電視，你睇緊電視嘅時候咧，有人無端端阻住你，所以你走埋去咧打佢一巴，一巴掌就係18，記階磚8。第7個地點梳化，梳化上邊咧有支3叉喺度，你一坐落去咧就即刻拮親你籮柚，所以3叉就係37，記紅心7。第8個地點大床，喺大床嗰度咧瞓咗個病人喺度，有個醫生喺度幫佢睇緊病，所以醫生係23，記梅花3。第9衣櫃，有個朋友攞住生日蛋糕匿咗喺衣櫃入邊，你一打開個衣櫃門，佢就用個蛋糕冚你塊面，所以生日蛋糕就係31，記紅心 A。
第10係馬桶，你喺馬桶嗰度咧用筷子係咁夾嘢嚟食，食緊啲乜嘢就唔知道啦。所以咧筷子係11，記階磚 A。溫習就完成咗啦，係時候考翻自己記唔記得先。首先你可以喺記憶宮殿入邊嘅地點諗下發生過嘅事情，回憶翻啲代碼影像，再由影像諗翻數字，最後諗翻啲啤牌出嚟。我而家俾大家睇住模擬家居呢10個地點，咁你哋可以停咗呢條片，睇下可唔可以憑住呢啲地點諗翻呢10隻啤牌嘅順序出嚟。嗱，我當你記得晒㗎啦，啤牌記憶法好似好勁咁樣，你可以話係嘅，但係可唔可以攞嚟大殺四方先？大家學咗點樣轉換代碼同埋配合記憶宮殿嚟記啤牌，不過可以話俾大家聽，你哋剛才學嘅只不過係好簡單嘅技巧，如果要做到又快又準，一定要配合其他嘅方法。如果你記啤牌嘅目的係想用嚟發財嘅話，過到呢5關先至講啦。喺牌局入邊，你唔係要記住一副撈亂咗嘅啤牌，而係要記住佢嘅出牌組合同埋順序。意思就係你要記住對手出牌嘅次序同埋內容，仲要喺好多局遊戲入邊都要保持清醒嘅記憶。相比起記住一副啤牌嘅次序，呢一個挑戰嘅複雜性係幾何級數咁樣去遞增嘅。喺記憶法入邊，每一隻啤牌通常會對應一個地點作為記憶提示，但係喺牌局入邊完全唔係呢一回事。對手每一次可能會發出2至5隻嘅啤牌，而出牌嘅速度亦都非常快，遠超我哋用記憶法建立提示嘅速度。你根本上冇可能慢慢去記低每一隻啤牌。大家等，慢慢出，唔好咁快。我記緊牌，放緊地點，俾多10零秒時間我。咁搞法根本上冇人會侵你玩。喺玩牌局嘅過程中，往往牽涉數十局，你需要建立嘅記憶宮殿就越嚟越多，唔單止難以維持，加上每一局之間嘅啤牌會互相干擾，令你嘅腦袋越嚟越混亂，最終會令大家記錯牌或者直接放棄。大家記住，啤牌記憶法係靠我哋嘅腦不停轉換52個代碼去創造記憶，並唔係過目不忘嘅能力。如果想做到喺牌局上邊過目不忘，大殺四方，我諗你諗多咗啦。單靠記憶贏錢嘅人少之又少，機會近乎零啊！因為仲要計算機率，分析對手嘅心理，應付周圍環境嘅干擾。喺呢啲情況下，單靠記憶根本上冇辦法可以應付。聽過有人話啤牌咁難你都記到，以後你記咩都冇問題㗎啦。但係我哋諗深一層，記啤牌嘅核心訓練係52個數字同啤牌嘅轉換能力，跟學科同埋工作完全扯唔上關係，所以呢個說法根本上毫無根據。表演記憶啤牌係一個極具娛樂同埋好高觀賞價值嘅技能，如果大家想做到嘅話，就必須要長時間練習。如果大家遇到問題嘅話，可以隨時留言問我。希望今日嘅教學對你有幫助，有任何問題或者想學其他實用嘅記憶技巧，記得留言話俾我哋團隊知。再喺留言結尾加個開心 emoji。走之前記得 like、subscribe 同撳埋隔離個鐘仔，我一有新嘅教學片出嘅時候，你就會第一時間收到通知。唔記得幫我 share 啊！Here we are, the mathematics lesson.